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雲文子師傅。今日以奇門遁甲同大家推算一下馬年運勢最反覆嘅3個生肖，就係屬龍、雞、豬嘅朋友。屬龍嘅朋友運勢先弱後強，上半年度有拖延症，下半年度運勢大逆轉，可以強勢出擊。桃花運都會有暗湧，擇偶嘅條件太高啦，感情會好多阻滯㗎。至於催運嘅顏色就係白色同埋啡黃色嘅。屬雞嘅朋友運勢終於好轉，人氣急升，係是非之年，會招惹到一啲是非小人去妒忌你，但係善用人氣可以帶動財氣，製造一啲黃金嘅商機。至於桃花運都係上升緊，但係小心有曖昧嘅關係啊。至於催運嘅顏色就係白色同埋紅色㗎。屬豬嘅朋友運勢生氣勃勃，人緣非常之旺，但係貴人運只係一般嘅啫，馬年要多勞多得。至於桃花運有孤木逢春之象，有機會發展子弟戀，偏財運都係明顯較弱㗎。咁可以着翻多啲黑色同埋啡黃色嘅衫，去令到運勢更強㗎。呢3個生肖潮流型格嘅打扮就啱晒你哋，可以提升翻運勢，更加穩定㗎。